声，唱出你的心声。用我的掌声，鼓励着你的歌声。因为咱厝的歌，朋友嘛过来听。咱厝的歌，天气嘛过来看，愈唱愈好听。唱出咱心声，音乐来唱歌拼输赢，音乐来唱歌拼输赢。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各位乡亲，各位村民大本兄弟姊妹，大家阿弥好。各位现场的朋友，各位电视机头前的嘉宾，各位原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道来是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是。大声的，伫咧顶礼拜这个复赛就选上这个四强来进入咱今仔的这个决赛咯。对啊，而且吼，我甲你讲哦，咱即摆呢是传承这个闽南语歌曲这个文化吼。今仔日有广东来的朋友来听歌呢。是，知影说阮今仔唱歌拼输赢咧录这个决赛这个决赛嘛。跳工安尼用厦门搬来，其实伊是广东人，我拄则小可了解着。证明这个喜欢这个闽南歌的人，真正是愈来愈多咯。是咯，若是听歌哦，听歌的时阵，还佫会使拍手机啊哦。是，赶紧编写得胜922，加上你猜中的个冠军的编号，发送到1062888我会将猜中的这个观众内面来进行抽奖。是，这个大奖就是由晋江青阳新万兴电器行所提供的惠而浦洗衫机，价值2200块。是，那么今仔日到底什么人进入咱今仔的这个决赛呢？有请4位选手闪亮登场。这是咱这个月的4强啦哦。是4强，唯一的一位女同胞就是咱的这个珊珊。珊，珊，大家人跟咱观众朋友拍招呼者。是，大家好，我是2号选手洪清波。红掌拨清波。大家好，我是5号选手洪珊珊。欢迎珊珊。好。大家好，我是蔡良9号选手。9号选手蔡良。各位朋友好，我是11号选手田小林。欢迎小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紧来记住咱这个选手的编号来编写得胜，猜一摆，到底哪一位是咱今仔日的月冠军？是。准备好未？好未？好，来，下场准备比赛。那么咱的这个冠军呢，有阮家着也丰富的奖品。是。奖品有晋江龙津名地提供的地hiệu1份，川宁电动车行提供的电动车1只，是。川雅智能消毒画柜1台，以及香港康基福建总代理的自化水机1台。台湾伊莎贝尔泉州总经销泉州的绿福鱼肠、土迪卡1张。实施茂源贸易商行德国原装的奥丁格啤酒，够味道呢。是，所以来要介绍的是咱专业的评委老师。是，小东是来自咱的金马之声广播电台，来自台湾。是另外这位呢，江枫渔火对愁眠啊，咱的江枫老师你好。国家一级演员江枫，欢迎。是，另外个咱的王胜王鼎南，泉州音协名誉主席，欢迎。是，咱的评审上届周到的周到老师。金门音乐艺文交流协会的会长，欢迎。是，还有咱第1届唱歌拼输赢的冠军，咱的阿宝许怀昭。是，欢迎。也是咱的创作歌手。是。上次今天特别欢迎咱的 keyboard 老师王文华先生，欢迎。来自台湾，欢迎。另外今天嘅主持人呢，这个服装呢是由什么的男装呢所提供的。感谢咱的电话柜艳艺女装。感谢。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让大家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1轮决赛施金一第1轮，4名选手以抽考为师，演唱一遍歌，由评委拍分，前2名暂时晋级，后2位台定。首先要迎接的是咱的2号选手洪清波，参赛歌曲是《明仔载》。送你送到这，是我最大的勇气。惜你惜命命，予你当作靠山。不管安怎，不
不管好歹的心情，你有我，你有我。你要嫁别人，我只有紧紧看。你若知，你就要离开我。你若知，你是别人的心肝。希望你的眼神看见幸福的将来，我对你的爱寄托孤单。明仔载，你就要离开我。明仔载，你是别人的心肝。希望你的眼神看见幸福的将来，我对你的爱寄托孤单。感觉你第一轮的这表现怎样？头得歌唱了，感觉怎样？排伫头一位，压力会有较重淡薄。压力较大淡薄。通常是吼，咱咧参加这个歌唱比赛，若是排第一位这个签王吼，拢特别紧张。而且吼，第一位拢是这个作为标准的。有阵的头一位有阵的喉较无像无开声，有阵的头起来较。下摆你就咱那要开始之前吼啊，去后壁安尼险险的嘛。我是后壁先唱两段再起来。我唔知，伊想讲说，就是跟人一样的。你讲吼，你平常时拢练这个就是练气的时阵啊，但是到这个舞台上面，突然之间变成锁喉功啊。嘿，怎啊锁起来啦？但是不要紧吼。来看你分数，Q 一个最高分95.50分，Q 一个最低分94.50分。来，咱来看叶平均分数是95.27分。好，谢谢。感谢。马上迎接的是5号选手洪珊珊，参赛歌曲是《亚利欧》。做人什么上困难？人情步步求人难，做人什么上艰苦，得袂到上苦。什么困世叫的较好，幸福甲咱相出路。第一来也家己一步，第二爱毋惊吃苦。亚利欧，亚利欧，有志气着亚利欧，祝福也着吃苦了苦，你将也着快乐。亚利欧，亚利欧，有志气着亚利欧，幸福也着烧出了步。志气着亚利欧，祝福也着吃苦了苦，你将也着快乐。亚利欧，亚利欧，唔惊失败亚利欧，祝福也着为别步。珊珊，你咧唱啥？嘿，紧张，紧张吗？我甲你讲，我以为你是家感觉表现也好笑啊。无啦，伊拄则在唱伊的心声，因为伊讲唱歌的时阵有压力哦，所以唱压力哦。怪你解读啊！啊，就是。因为我毋是专业歌手了后，
决赛实在12首歌唱了，然后又过来又个，啊无10日的时间又得个10几首歌哦，压力真的有一点大，背歌词都来不及，就这样。哦，歌量对啦，较大。这嘛是对个你一个挑战啦吼。咱来看分数，好不好？去一个最高分95.70分，去一个最低分95.30分。红珊珊，你这个阶段平均分数是95.57分呢。好，谢谢谢。谢谢。马上迎接的是9号选手蔡玲参赛歌曲是最爱的人。缘分若是亲像一张纸，这苦这无奈。思念你的心情，亲像溪水慢慢流落海。今夜的苦忧孤幽滴落，不管千年也万年。相信无人像我对你这情深，你是我用生命做爱的人，偏偏找无你是走去倒位藏。伤心的酒杯我饮啊饮袂完。你饮梦才会伤阮这呢长，月亮也怨叹，流星也无望，为你一生一世目屎流袂完。你是我用生命做爱的人。找无你是走去倒位藏，伤心的酒杯我饮啊饮袂完，是你饮梦才会伤阮这呢长，月亮也怨叹，流星也无望，为你一生一世目流袂完。蔡玲这个歌最爱的人是本在就要唱，还是为了说咧参加咱的这个决赛赶紧练的一个歌？最后这第三摆来参加这11首歌都是临时学的。临时学，安尼意思是这个从你决定参加比赛。无歌人几人。来，咱来看伊的分数哈。看你分数。来，去一个最高分95.70分，去一个最低分95.50分。是，蔡玲，咱你这个阶段平均分数是95.60分啊。谢谢老师。谢谢。哦。分数越来越悬咯。马上迎接的是11号选手陈小林参赛歌曲是《阮的心声》。梦像一条歌，心若冷袂断，人生啥人牵，伴阮的孤单，情爱也长线。风雨对面看，伴阮一条路，要对倒位行？茫茫的人海留孤名，今生无论天要怎样伴，命路总伫我，心若酸。也不看破，爱情若是苦痛苦也淡，想是无白命，路总是也着行。风若吹啥人寒，人生何必换头看？希望若想起我，会当了解阮的心声。一句爱，为何不加唱大声？来，咱来看小林的这个分数者啊，去一个最高分95.80分，去一个最低分95.30分。李小林，你这个阶段平均分数是95.57分。来。
有请游的3位选手上场，到底倒两位是暂时晋级，倒两位是暂时台顶呢？知影结果进前是不是要先请咱的评委老师来给咱点评一下？来，首先请咱的这个阿宝。像在小里面唱的时阵，经常买音哦。你若要用气声来唱的时阵哦，你也是得甲唱出来。茫然咱无气色的感觉，咱唱的咱无气，交代无清楚，吼。珊珊伫舞台顶非常有舞台形象，而且经过表演非常顺畅。但是我今日要甲珊珊讲，这首歌，你伫第2遍要进入副歌的时，你有落词，掉了2字，所以这吼一个正式比赛，你这种错误绝对无犯。本来你会使管分数，但是因为安尼你去扣分掉。另外一方面，就是讲你唱歌，我甲讲你唱闽南歌，你开口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但是我无希望讲你的技巧用了伤过济去，会去影响到你的感情，变成你感情的真诚度，这首歌就变得不真诚。而且你无一定讲这首歌詹雅雯，你一定要去学詹雅雯的开口，无一定，你会当用你家己的唱法，因为詹雅雯就是詹雅雯，洪珊珊就是洪珊珊。希望你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走出自己的风格，珊珊加油！洪清波主要是这4个赛就伊最无自信，哦，这个无传无放上，所以声无啥放出来，哦，但是你声声也统一，但是你看到自信，所以今嘛哦一定加强这个自信心，哦，将这歌佮演绎较好咧。咧选歌的时阵，要好家己适合的歌也是关键。你喜欢这首歌，并唔是说你发人完全唱了。对，好。清坡呢，要落歌的时候就开始紧张啊啦。即马唱歌，明仔载你就要离开我，这样有无？你就抢拍了。佮上尾一句，嫁好孤单，真正嫁好天公去啊啦。分手的诱导的来哈，都抢拍去了。其实我感觉讲你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歌手。但是你袂使紧张，你真的敢唔知是安怎拢唱了无介好。今日蔡玲也表现了袂歹哦，今日就稳啊吼，会愈来愈有志者事竟成，加油一下好不好？感谢 ，OK， 谢谢老师。来看到底今仔倒两位是暂时晋级，倒两位暂时台顶，请看大屏幕。暂时晋级的是蔡玲哦。你看到无？珊珊甲小林是平分的。小等下哦。那么暂时台顶的是青坡甲蔡玲先落场休息者。来，咱即马珊珊甲小林先踮伫舞台顶，竟然比手要来 PK 啊咯。是，那么恁两位 PK 就是清唱见功夫，时间30秒，按照后尾摆顺序就是有真的功夫咯。30秒的时间，清唱时间，请开始。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看阮的感情嘛够重，凊彩讲三两句话，会着想要换阮的思念。踮在世间走错的人，怎样的爱才算完全？温温暖暖，拢是因为爱唔着人。爱唔着人，爱唔着人啦。来，是咱珊珊的歌声。来，小林，请了。清唱的是什么？再会啦，心爱无言的人。哦，这个爱唔着人就是再会啦。来，再会。时间30秒，30秒，准备好30秒时间，预备，开始。再会啦，心爱无言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憨人的故事，无聊的梦。再会啦，心爱无言的人，若会望你遐尔芳，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尔红。今天有红着哦。哦，谢谢。这样红。这个爱唔着人，这个就再会啦，心爱无言的人。但是咱老师到底要爱到一个人咧？是，咱请来评委老师来假牌来决定好是吧？首先问一摆，小东，你支持的是5号还是11号？11号一票，江峰老师是5号一票，目前是1比1。好，来，洪胜王定安老师
5号1票，5号2票。好2比1。周到周老师立即起是11号。2比0。啊好。今嘛是白手咯。阿伯，未来就伫咧心中咯。你这票决定到底上爱命运。你支持是5号还是11號？11號。11號，恭喜11號選手啊！謝謝珊珊，謝謝兩位。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輸贏，越唱越出名。馬上進入第2輪。第2輪，暫時晉級的2位選手以投靠為事，演唱一遍半的歌，由評委加排得分前1位暫時晉級，後1位台頂。首選要參賽的是9號選手蔡玲，參賽歌曲是搖來搖去。小手拿2杯，灌落腹肚內，7分的菜，3分水，雙面紅紅笑眯眯，看到查某的笨逼逼。小手若歡喜，決心擴賽來，最後會當講酒話，半夢半醒，頭咧咧，目睭嘛吊吊，嘴翹翹。搖來搖去，踅來踅去，跳舞親像那咧跳動機，叫來叫去，滑來滑去，唱歌親像那咧開大滴。行路對面好到對，厝邊頭尾咧笑流開，換車的行馬達隊，行下掠去笨逼逼。踅來踅去，跳舞親像那咧跳動機，叫來叫去，滑來滑去，唱歌親像那咧開大滴，叫來叫去，踅來踅去，跳舞親像那咧跳動機，叫來叫去，滑來滑去，唱歌親像那咧開大滴，叫來叫去，踅來踅去。跳舞親像那咧跳動機，叫來叫去，滑來滑去，唱歌親像那咧開大滴。田少林帶來歌曲《明仔載》。送你送到這，是我最大的勇氣。想你想命命，予你當作靠山。不管安怎，不管好歹的心情，你有我，你有我。你要嫁別人，我只有緊緊看。明仔載。就要離開我，你哪知你是別人的心肝？希望你的眼神看見幸福的將來，我對你的愛寄託孤單。明仔載你就要離開我，明仔載你是別人的心肝。希望你的眼神看見幸福的將來，我對你的愛寄託孤單。阿伯，你支持的是9號選手還是11號選手？幾號？9號1票。9號1票，來，周老師請假牌。哇，9號2票。王賢，你支持的是9號3票。啊，首選恭喜9號，但是咱愛看這擺江峰跟小東到底是什麼人？來，江峰老師請假牌。啊，上回是9號4張票，小東。
小东老师高好一条。哎，蔡玲最后一道歌等你了吼，到第5轮再过来，好些无休息者。人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3轮。第3轮，第一轮台顶的2位选手以抽考为主，演唱1遍半的歌，由评委加排得分最1名，暂时晋级，后1位淘汰。首选要参赛的是2号选手洪清波，参赛歌曲是《马芬芳》。闻着你身躯的马芬芳，脚步踏错，心头乱。要见你一面这困难，你是等到日头暗，为何天不将姻缘，幸福甲悲伤相连？梦中情一场梦，梦中情一场空，得袂着的爱上迷人。梦中情一场梦，梦中情一场空，为爱流浪无怨叹。一生啊，只为你痴马芬芳。梦中情一场梦，梦中情一场空，得袂着的爱上迷人。梦中情一场梦，梦中情一场空，为爱流浪无怨叹。一生啊，只为你痴马芬芳，一生啊，只为你痴马芬芳。第3轮 PK 选手5号洪珊珊、望春风。孤也孤单守灵的春风对面吹，早七花花要出嫁，看着少年家，孤恋表弟兵马背，谁甲人注定？想要梦伊个行歹势，哎呦心来大悲悲。有一位可以暂时晋级，另外一位止步咱的舞台。这个环节上款是由咱的这评委老师来加排决定。来，首先有请咱的小东，你支持的是咱的2号，还是5号？5号一票。江宏宪，你支持的是5号2票。5号3票，王宪支持5号。周道老师支持的是5号4票。阿宝。
2号一票，所以进去的是咱的5号选手珊珊，恭喜恭喜珊珊老张准备来。其实唱歌我感觉哦，你伫中华漫歌赛的时阵，那种表现咱就比囡仔会较好，有无？该有感觉无？有。有吼，安尼咱听一摆评委老师的点评，头你来，几你想要请倒主意？我也阁是愿意请阿宝替我点评这个吧。当你淡薄仔建议哦，你咧唱歌经常袂音，真爱去拖啦。比如说，你咧唱到真困难，你有阵会经常真困难，有阵会调一个安尼拖嘛。经常逐句真侪安尼，到你一个老毛病会过塞去，要真侪音会过无去。我你咧整音咯高音的时阵，较注意者。咱咧唱这种歌，特别这种慢歌的时阵，你尽量免去用太侪技巧。咱咧说话你该唱出去，咱咧大用陀螺咧摇啊，你条说啊放出去哦，你就知影该倒溜了，你莫直直放一放讲要溜来就溜袂，溜袂直直个咯。哦，好，注意者，好，加油，加油，好。希望你有通继续来到咱这个舞台顶，好些无？好些，好，感谢，奖赏谢谢。镜头，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4轮。第4轮、第2轮台顶的一名选手，甲第3轮暂时晋级的一名选手，以 Q 口为始演唱一遍半的歌，由评委加牌，最一名暂时晋级，后一位淘汰。首先要欢迎的是咱的5号选手洪珊珊，参赛歌曲是《好打你就来》。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来起心落命。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咧陪伴。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讲假。嘿，要讨我的爱，好打你就来，莫放在心内，怨怨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好哪里就来。得到我的爱，好哪里就来，莫藏在心内。但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要讨我的爱，好打你就来，莫藏在心内，但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好打你就来。11号选手郑少年，伊再回来，心爱的好人啦。秋天的黄昏，日头落山，有心人紧紧甲看。若是你对阮拢无爱，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情人，这呢软心肝。这无奈的感情，这会无来无煞。到达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袂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憨人的故事，无聊的梦。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6月的梦你遐尔香，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尔红。到达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袂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再会
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讲人的故事，无聊的梦。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若过梦你遐尔香，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尔红。到底是5号选手珊珊可以暂时晋级，还是咱的11号小林可以暂时晋级？什么人？阿宝，你支持的是几号11号。11号一票。周道周老师支持的是5号一票，1比1。王胜、王岭南、王老师支持的是11号。11号2票，2比1。来，过来，江凤老师支持的是5号。白手了，还支持5号。5号，恭喜5号选手珊珊，恭喜！安尼，无咱来听评委老师的这个点评。其实，你若讲伫这轮的 PK， 你无应该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不但有困难度，而且对你的声线、你的关键音音域很广，对你来讲负担真重。A 段的低音平，你唱到真勉强，到副歌进入高音平的时，你阁经袂起哩。当然，这毋是你的音域上低，毋是你的论字上阁无够快，是这条歌真正是音域很宽广，所以我无希望讲在节骨眼你去选这个会砸自己脚的歌，好不？哦，少年，后盖选歌阁注意，下个月阁再来，我们在这边见面，好不好？少年，感谢，谢谢咱的周道周老师，感谢，谢谢，哥哥哦，不见不散，就下三到咱的谢谢。好，人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5轮。第5轮，第2轮暂时晋级的一位选手，甲第4轮暂时晋级的一位选手，以抽考为式，演唱1点半的歌，由评委拍分，最一名是二冠军，后一位淘汰。2位选手是通过抽考决定顺势，其中咱1号的是9号选手蔡玲参赛的歌曲是山顶黑高兄。山顶一个黑狗兄，伊是无场的少爷，透早到暗真打拼，无着开挂规山坪。虽然明朗的歌声，透日歌声念袂定。伊的歌文真好听，写好的念该出名。有听谁看无影有泪，我有听山名有泪，歌声有两言到底，人听有泪，有泪有泪。阮的大心黑高兄，逍遥自在真好命。姑娘听着心我兴奋对伊行，红衫土士甲伊求亲情。黑高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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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高兄。You lady。山顶一个黑狗兄，伊是无场的少爷，透早到暗真打拼，无着开看规山坪。虽然明朗的歌声，后日歌声念袂定。伊的歌文真好听，写好的念该出名。有听谁看无影有泪，我有听山名有泪，歌
我声又能演到底，人听 You the lady，You the lady，You the lady。阮的大心乌到险，逍遥自在真好命。姑娘听着心，我兴奋地伊行，暗山好事甲伊求亲情。You the lady，You the lady，You the lady，Oh lady，Oh lady，You the lady，You the lady，You the lady，Oh lady，Oh lady。有听声看无影 ，You ready？ 我有心算命，有 You the lady， 我声又能演到底，人听 You ready？ 有 You ready？You ready？You the lady？ You the lady？Oh lady，有听声看无影 You ready？ 我有心算命，有 You the lady， 我声又能演到底，人听 You the lady， 有 You the lady，You ready？ 有听声看无影 You the lady， 我有心算命，有 You the lady， 我声又能演到底，人听 You the lady， 有 You the lady，You the lady。5号选手洪珊珊，朋友情。天顶的美丽是天晴，人间最苦的是友谊，友情讲来讲为，亲像沙漠中的泉水，讲起别论伊你，做代价煞你，今日你来牵心我，明日我支持你，希望我甲你一生来做知己。朋友是咱成功的本钱。天顶最美丽是天晴，人间最苦的是友谊。情讲来讲为，亲像沙漠中的泉水，讲起别论伊你，做代价煞你，今日你来牵心我，明日我支持你，希望我甲你一生来做知己。成功的本钱。代价煞你，今日你来牵心我，明日我支持你，希望我甲你一生来做知己。好朋友是咱成功的本钱。那到底咱的个冠军是花落谁家呢？啊，你请两位哦，请两位30秒的时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来。
我已经参加3期了啊，做3度出笼。是啊，歌已经关啊无歌咯。已经有33首歌咯。做阮同州的，不管是泉州的朋友、同州的朋友、晋江的朋友都支持我。这摆我希望我能推着，支持我。支持蔡良的掌声。哦，33有话要讲。我有心理准备，也做歌要去学落呢。心理准备。对啊，我也做歌，我的心目中也做歌，也说歌，我今日准备好势咯。安尼哦。其实头，感觉说来这个舞台顶不断的比赛，就不断的咧进步的感觉，有无？真正的。也大的进步吼。对。好势，咱这就马上来看两位成绩。首先是咱的9号选手蔡玲，向前一步，请评委老师为蔡玲拍分。蔡玲取一个最高分，95.90分。取一个最低分95.60分，蔡玲的平均分数是95.67分，95.67分。珊珊超过95.67分，你就是这个月的冠军。那么加95.67分就继续来，好些无？是，所以你今仔日估计请评委拍分。洪珊珊取一个最高分95.70分，取一个最低分是95.50分。洪珊珊最后分数是95.67分，各位朋友，太刺激了吧！95.67分，这两位选手吼，清唱 PK 时间30秒，30秒时间是。来，什么人先来？要画棍一个不？要画，要不要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好来。剪刀石头布来，快点谁来？赢的谁来？石头布，赢的谁来哦？赢的先来。所以是所以赢的先来。来，要清唱的这个歌是什么？来，深呼吸一下。也未想好些嘞。30秒的时间。好大力的来。好大力的来。哦，你要挑战，好大力的来哦。要讨我的爱，好大力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真散温暖，其实我拢知，好大力就来，谢谢。好，蔡玲，好大力就来。蔡玲，伊讲。珊珊来咧对你帮补，好大力就来。你讲，你要唱啥？今仔实在头先叫 PK 一来，要 PK 倒一首，你上哪首的？其实我这头家是较懵呀无，懵呀，无准备的吼。我是来头一帮唱的天灾地灾无？天灾地灾，好势，来时间30秒。请。天灾地灾你的心内，根本无我知。天灾地灾你的心内，根本无我存在。哪通无消无息无交代，哪通放阮孤单在期待？爱你爱较这悲哀。哎呀！最后一轮的评鉴吼，真正是真功夫。到底什么人有望胜出呢？最后一轮的这个比赛，咱就迎来假牌决定，生死假牌。好。来，我喊1、2、3吼，评委老师赏析。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倒数3、2、1，好不好？一起来，预备，3、2、1，请举牌。9号1票，9号2票，9号3票，5号1票，9号4票。所以冠军就是蔡玲，恭喜！哇！好，珊珊。珊珊啊，蔡玲是第3摆来这个家的个冠军，相信你第3摆来机会也大。感谢珊珊，也恭喜蔡玲。今天个冠军就是蔡玲，唱歌表顺呀，越唱越出名。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会。拜拜。